既然互上帝历史的圣经，也有利益伫教示人，互人来归正，引带人来学义理，来服侍上帝的人来行拢总的好事。
每一个人拢有上帝互你的恩赐，啊，你要去摕伫倒位？哦，这个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家己的南巴伦啦吼，迄个受害者就是以迄个非洲的南巴伦去做这方工吼。啊，大家讲对这个台语的圣经有趣味来参悟哦。啊，尤其会晓背的是个人吼，啊来参悟的时阵，我感觉讲，互这本圣经，互上帝的话，会真做咱脚前迄顶路前的路就会更好。尤其佫会当真做咱的 GPS 甲咱带咯吼。啊，三个人就上帝祝福，感谢主，互咱对伊得到话语，也对咱的妈妈得到母语，佮对你真侪对主有心的人，将遮的话语甲伊翻译出来的时阵，互阮会当用妈妈的话来读主你的话，互阮得到智慧的话，互阮通明捌主你。互阮对伫遮得到感恩，互阮通知，阮是属主有福气的人。愿最后所基督为天父上帝听从，伊个圣神的感动，甲咱每一个人得到永世大无尽。阿免。